监管官高雄天狗日的疫情甲打也未收煞，卫生局针对一个已经确定的病例，进一步追查，发觉讲围着的所在可能是大碧湖风景区。防疫人员来遮调查，查到上百只蠓啊，也有车鼠。短短半个月来，针对管理单位也就是水道水公司，拢总开一张罚单。假使讲这个疫情若是继续拖，可能大碧湖园区就会暂时无要开放。防疫人员一大帮人来到丁清湖的风景区咧抓蠓啊。 佮针对自来水公司的宿舍咧稽查，会有遮尔啊大的动作，拢是因为这个园区内底去抓到上百只带丁角热的蠓啊。11月4号到11月18号的期间，澄清湖的范围之内，我们总共捕获了超过200只的病媒蚊。进前有一个负责人，敢若亲像去丁清湖遐运动，结果去感染到丁角热，也就是天狗热。 尾啊，卫生局来甲监控，才意外来发现讲，这个丁清湖已经变做带天狗热蠓仔的巢窟，因为这是水源区，袂使来喷农药头蠓啊，所以安尼疫情的控制嘛特别困难。除了我们平常都有19个清洁工人在投入之外，那我们今天也要紧急在找工人来进场，来针对热气的部分，我们先清理。那自工的部分，我们会分责任区，请志工来帮我们加强巡视。 就算讲卫生局有伫个半个月内，有针对管理单位自来水公司甲开11张的罚单，要求着要紧来改善。不过，这个园区伊占地有360公顷，会使讲是看茫茫，所以简单有法度用人力的方式来挂这个抓蠓仔钉，也是讲遐会积水的壳啊来甲灭蠓，看来效果是有限啦。监测期间，我们整个案子会监测到11月30号，仍然有疫情出现，而且跟活动地的澄清湖有直接相关联的话，在这个前提之下，我们会不排除依据传染病防治法，采取更高规格的一个管制措施。出名的风景区煞来成做天狗热的起地地，卫生局嘛唔敢大意，会加强来控制。假使讲若是阁有人去感染到，嘛有可能会甲规个园区甲封起来。避免这个疫情阁拖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